大家好，呢段片咧會教大家輸入一個計數機嘅 program。呢個 program 咧可以幫我哋揾到三角形嘅形心、內心、垂心同埋外心嘅坐標，以及通過呢個三角形嘅3點嘅圓嘅方程。咁一開始嘅時候咧，我哋會進入5號嘅模式，然之後揀1 linear 嘅。咁啊，去到呢度嘅時候咧，撳下一頁啦。咁然之後揀5號啦。咁然之後揀1。咁然之後一開始個 frequent on 咧 shift mode， 咁跟住咧左手面，咁跟住就可以揀啦1號。好啦，咁然之後咧冒號、問號、箭嘴 A 呢一紮嘢咧，咁如果你唔記得咗點樣輸入嘅話咧，咁你可以睇翻我第1段或者第2段片，咁入面都有教到嘅。咁而家我哋就一齊輸入啦。輸入完之後咧，應該會用咗26個嘅記憶體嘅。好啦，咁我哋而家開始輸入第2行啦 ，x 逗號 y 分號咧就係 shift 逗號。好啦，然之後 pol 咧，咁你見到加號上面啦，咁所以 shift 加。好啦，跟住 c 減 a 逗號 d 減 b。好啦，咁啊因為入咗5號模式嘅關係咧，咁你撳 M 加嘅時候咧就會自動顯示 dt 㗎啦。好啦，咁然之後冒號，再嚟多次 shift 加出個 pol。好啦，跟住 max x 啦，撳 shift 跟住撳2，跟住 min max， 咁就可以揀到 max x 啦。好啦，跟住減 c 逗號 max y， 咁同樣啦 shift 2 min max， 咁跟住下一頁我哋就可以揀到 max y， 減 d 冒號。好啦，輸入到呢一度咧，應該用咗49個嘅記憶體嘅。好啦，跟住開方，開多一次括號，跟住 max x 減 a， 然之後閂括號2次方，加開括號 max y 減 b， 閂括號2次方，箭嘴 y。冒號 x 加 y 加 n， 個 n 咧就係 shift 跟住1，咁跟住就可以揀到3世界 n 㗎啦。箭嘴 m 冒號074用咗。好啦，然之後啦 max x 加 a 加 c 開括號，閂括號 over 3。3角形。好啦，然之後咧就 max y 加 b 加 d， 開括號，over 3。入完呢度之後咧，用咗94個 bytes。好，跟住開括號。好啦 ，summation x 點入嘅咧 ，shift 1，跟住揀2號。好啦，咁然之後咧就加 xa。再加 cy， 閂括號 over m。跟住啦，開括號 summation y shift 1，跟住下一頁就會見到 summation y 啦。跟住加 xb， 再加 dy over m。去到嚟呢度118個 bytes， 開括到 max x 減 a， over 開括號 max y 減 b， 箭嘴 m cm 加 d。箭嘴 x 模號，嚟到呢度138個 bytes。好啦，下一行開括號 c 減 a 閂括號 over 開括號 d 減 b，
冒號，開括號 x 減 max y 減 answer max x 閂括號 over， 去到呢度158，開括號 m 減 answer 箭嘴 y 三角形 x 減 my 箭嘴 m 三角形，去到呢度172，開括號 max x 加 a 加 c 減 y 閂括號 over 2箭嘴 a 三角形，開括號，sorry 入錯咗，三角形開括號 max y 加 b 加 d 減 m 閂括號 over 2箭嘴 b 三角形，去到呢度200，咁就爭少少嘅啫。好啦，跟住 POL 咧就 shift 加啦 ，C 減 A 逗號 D 減 B， 好啦，跟住係負2A 負2B A 二次加 B 二次減 X 二次三角形，好啦，最後啦0箭嘴 M， 好啦，咁當輸入完之後咧，應該係用咗229個記憶體嘅，咁冇問題嘅話咧，咁就撳翻開機制，咁就可以噶啦。咁留意翻咧，用完呢個嘅 program 咧，應該咧你會見到咧呢度有 REG 嘅。咁當你用完晒呢個 program 之後咧，如果你想取消翻呢個 REG 咧，你就要撳 Mode，跟住撳翻1，咁就可以取消噶啦。